猛將兄，細佬敬你一杯，剛才些少誤會，一夜抹咗佢嚟。請。小王爺，你有猛將兄啲咁嘅高手坐鎮，可謂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克，就算打翻嚟京師都贏硬。你講咩啊？想誣衊小王作反啊？今日真係好高興啊！今日真係，皇上不如搞少少嘢嚟助下興嘅，搵啲嘢助興都好嘅。你想搞咩啊？猛將兄咁猛，我願意出100兩，賭猛將兄喺10招之內打低我幾個不成才嘅手下。咁又未必。未必咩？咁我買多100萬兩賭你打唔贏啊！好，就賭100萬兩。多謝。世子，你千祈唔好丟我㗎。參見皇上。平身。謝皇上。龍慶家，你可以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仲有一招。龍兒，唔好丟平西王夫架。多謝韋翠爺100萬兩，賭債肉償得唔得？都好。微臣出手過重，請皇上恕罪。龍慶家，拳腳冇眼，無需自責。謝皇上。趁今日大家咁齊全，朕有件喜事要宣布。朕經已決定將建寧公主許配俾吳慶家，招佢為駙馬，以後大家就一家人。謝皇上。今日最開心都係呢個消息。韋慶家，朕就派你為欽差大臣，護送公主。